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秀蛇啊，台语安尼写秀蛇啊，细竹子、小竹枝，台语讲秀蛇啊。孙仔偷摕钱讲白贼，阿嬷袂堪要去，举秀蛇啊，甲摔甲骹后肚一擰一擰。囡仔囝手真正，硬硬上讲袂听，过无一个啊，因阿母就甲秀蛇啊请出来，甲修理国国。讲无乖无听话囡仔，上惊秀蛇啊！实在是秀蛇啊，摔着有够疼。所以有一句俗语讲：天唔惊，地唔惊，上惊秀蛇啊兄。啊，较早迄个年代，大人店囡仔上常用的家私，除了秀蛇啊，还有三更、护士讲、扫帚柄、甲排笑等等等等。但是话佫讲倒转来，教囡仔用竹笋炒肉丝，都是用讲的，无一定有效。因为囡仔无一定食拍，有当时嘛食煲拍，无一定拍会行，也是用鼓舞的、用爱的教育，才是正确的道理。毋是，佫有一句俗语讲：食骂唔听，食拍袂听。囡仔骂久拍久是会慢皮哦。今仔日的台语字秀蛇啊，实在真趣味。